休想！朝堂之上，岂能如此荒唐？你们都住手！武王英年早逝，壮志未酬，我痛心疾首。武王刚强直礼，志在开疆拓土，肆夷兵符，攻夷圣武。若不是武王刚愎自用，不肯纳谏，何来今日英年早逝？诸国都已在暗自窃喜，肆夷宾服、攻夷圣武等美事之词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公子华，武王尸骨未寒，你为人臣子，应遵本分。身为武王兄长，你可知隐君之过，不可非君之道理。行出于己，名生于人。你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。光武王一个武字，便知他生前是如何行事了。我只不过是在提醒诸位，该彰善淡恶，为后世戒。这大殿上坐着的公子，都是先王的骨血。难道只有公子华能说会道？别的公子就无话可说了吗？华哥哥，我说两句。华哥哥的见识未免偏颇了。那武字也有威强敌得、克定祸乱之意，明明是夸智多穷之物。创帝，不用遮遮掩掩。公子华，你太过分了。就算武王有所不是，但他仍是你的兄弟，是我大秦的先王。更何况这朝堂之上皆是我秦国重臣，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你是何人啊？哦，原来是小小属侯，一无公标青史，二无积德累善，你算老几啊？你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又如何？哎，今日请诸位公子在朝堂议事，是为了社稷国本，不可意气用事，因小失大。好了，你们都是兄弟，不要为了小事伤了骨肉情感。这几日暑气重，我亲自酿了一些蜂蜜酒，用冰镇好了，放在大家眼前，来，都尝尝吧。这酒味道如何？会后亲自操劳，自然是好酒。酒不错，就是过于甜腻了些。武王亡故，宗庙不宁，各国都在派兵遣将，对我大秦虎视眈眈。这储位之事是当前大事，各公子都有何高见？这些年一直是由会后协理武王掌管朝政，储位之事，自然还是会后说了算吧。武王后已有身孕，按规制，王位应传于武王后嗣。难道此事也有异议？武王后有孕，自然是喜从天降。先且不说生男生女，这武王后临产还有大半年的光阴，王位不可空缺。我看不如先将王位定下来，待武王后产下王儿，再将王位传给武王后嗣。此事还需慢慢商议，不急在一时。来，去火气。你不提我还忘了，佳酿还需鲜果陪衬。
我听说宫中果园里桃子都熟了，令人采摘了一些，怎么还不送来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桃子没有了？禀会后，桃子有是有，只是今年逢小年，园子里的桃子结得稀疏细小，端上来，只怕会败了众人的兴。世间万物皆由天赐，应当常存感恩之心，哪有那么挑剔？都端上来吧。是。上桃。太小了。这果子看着是小了一些。这么大，好大的桃子啊！这真是桃中之王啊！这莫非是仙桃吧？快端上来给我瞧瞧。是。这桃子怎会如此不同？禀会后，这3只桃子在果园里的确生得古怪，就是遇上丰年，也难得见如此奇异的果实啊！天意，真是天意。天有异象，必是吉兆啊！楚离子，你说呢？这老夫一生见多识广，像这样出色的桃子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这既是吉兆，我就先尝一口。但愿它能够为我大秦带来些好彩头。果然是仙桃，芳香四溢，甘甜可口。我这新酿的蜂蜜酒与之比起来，简直寡淡无味。我这儿还有2个仙桃，可不能一人独享。这第2个桃，应该给这大殿中有功之臣。你们看，会后说的是啊，应该赏给有功之臣。是啊，依你哎看，应该赏给谁？此人无可争议啊，自然是处离子了。身为王叔，辅佐2代君王，功高盖世啊。甘相谬赞，微臣不敢当。王叔实至名归。谢会后。国有国运，照理说，这第3个桃应该留给秦国的新国君。只是眼下王位未定，我也不知道这桃应该赐给何人。既然只有1个桃子，那不妨大家论功行赏。华哥哥说的有道理，可这大殿里的人谁也没有功劳啊！只论功劳，不论德行，这有违君子贤臣之道啊！在下蜀侯嬴辉，早年曾随武王和甘相安邦定国，汗马功劳。封侯后悉心管理巴蜀，保境安民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巴蜀兴，秦国兴，这个桃自然应该是归我。公子辉当众招得表功，可惜功劳却寥寥无几。征讨魏国，谁是监军啊？函谷关大战，你又在哪里？北扫一衢，西平巴蜀，东出函谷，南下商於，战战都有我嬴华的心血。这大殿上的诸位公子，哪一个敢说他在大秦的功勋册上能与我平起平坐？没错，大哥身为长子，战功赫赫，
对，大哥为人公正，有勇有谋，我等愿为大哥马首是瞻。哎呀，你们知道个屁！当年父王为什么没有立嬴华为嗣？啊？就是因为他不遵秦法，在封地与旧族勾勾搭搭。嬴华他有功，哼，无德。你算有德？你在巴蜀横征暴敛，巧取豪夺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，信口雌黄！区一个横门军，敢在这里狂犬吠日！哎呀，二位公子的话也都各有道理。二位公子都是功勋卓著，在老夫看来，这个桃子还是二位公子分食了的好。甘香，这桃子可以分食，王位不可以分呐！你这哪是在劝和呀？这个桃子我吃定了！休想！朝堂之上，岂能如此荒唐？你们都住手！朝堂之上，正道不见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快走！快叫咱们的人上来！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外面的人是哪来的？都是公子华的人呐！这东南外有禁军把守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朝堂之上公然行凶杀人，快把他给我杀了！谁敢杀我？呀！大秦这就算完了，完了！大秦这就算完